各位街坊、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專登同所有屬羊嘅朋友好好傾一場。如果你自己伴侶、仔女、父母係屬羊，務必靜下心，一字一句聽清楚。好多屬羊嘅朋友捱過幾年低谷，飽受煎熬，以為好運永遠唔會到，卻唔知道2026丙午馬年係你12年一遇嘅五味六合貴人年，地支午馬未羊，形成12地支之中上等六合格局，火生土，流年氣長生，符屬羊之人。好多人聽到六合，第一反應就係發財順利，貴人遍地，於是開始心紅，覺得終於輪到自己風生水起，做事愈來愈大膽，聽唔到勸告，最終大好運勢白白浪費，甚至由吉轉凶。所以今日重點唔單止話你知下半年有幾多機遇，更加要提醒所有燒羊朋友，運勢向上之時，最大嘅敵人從來唔係外界困難，而係自己內心滋生嘅朋慶同煎熬。先同大家拆解命理基礎，唔好淨係聽吉利說話，要明白背後五行原理。2026丙午年，天干丙火為烈日，地支午火係帝旺之火，雙火匯聚，火氣極盛。未羊五行屬燥土，火生土，流年不斷輸送能量俾屬羊人，歲合加持，太陽吉星臨命，代表貴人主動尋上門，特別多輩，上司行業前輩，男性貴人出手相助。上半年屬於鋪對階段，好多機會睇得到摸唔實，合作傾到最後容易橫生變數，好事隨時被截胡。呢個就係空星晦氣暗中影響。踏入下半年立秋之後，火氣開始收省，五行流通轉順，六合格局徹底發揮力量。由農曆7月開始，屬羊人正式迎來運勢上升通道，善意財運、人緣陸續迎來突破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一條義理鐵律，合太歲有兩面性，雙合代表吸引機會、吸引貴人，同時亦會吸引誘惑、過度吹捧、虛假機遇。當身邊愈多人讚你，機會愈多，收益愈可觀，就係最容易心態澎興嘅時候。好多屬羊朋友天生性格溫厚，顧慮他人，年輕時習慣低調忍讓，唔敢爭取機會，長期壓抑自己。一旦運氣轉好，長年累積嘅委屈同不甘會一擁而上。當順境持續，或就容易產生一種念頭：以前係我運氣唔好，而家證明我能力本來就高人一等。呢種心態就係阻礙你接住福氣嘅最大陷阱。運勢扶你一把，只係天時地利，唔代表所有成就單靠你自己。六合帶來嘅貴人運係人緣相助，唔係你永遠可以高高在上。一旦過度澎興，講說話目中冇人，忽視合作夥伴，輕信投機機會，貴人慢慢變成小人，到手嘅機會隨時會無疾而終。我先由事業運逐層拆解，講清楚下半年屬羊人有哪些機遇，又有哪些因為朋慶而引發嘅隱患。對於在職場打拼嘅屬羊上班族，下半年係職位躍升、突破瓶頸嘅黃金時機。上半年你默默付出嘅成績、累積嘅客戶資源、打磨多年嘅專業能力，下半年會被高層睇在眼內。好多屬羊會收到內部調崗升、負責核心項目嘅邀請，長期拖延嘅獎金補貼、勞務報酬，逐步順利結清。如果你從事教育、文創、設計顧問、服務醫護行業，利好更加明顯。印星當道，你考取證照、參加評審、進修深造，學歷同資歷會成為你未來幾年嘅底氣。機遇擺眼前，危機亦同步存在。順境之下，部分屬羊人會開始浮躁，唔願意繼續做基礎工作，覺得自己已經身居高位，下屬或者同事嘅意見聽唔入耳。面對上司嘅建議，心入面覺得我嘅方法先係最好，私下頂撞。面對合作團隊，過度堅持己見，忽略他人付出。古語話：時運扶人，人唔可以恃運而齋。六合貴人最中意扶持低調穩重、懂得感恩嘅人，最忌恃寵生刁。貴人之所以願意拉你一把，睇重嘅唔單止係你能力，仲係你嘅品性。一旦變得傲慢，貴人會慢慢遠離，原本屬於你嘅機會，極有可能轉交其他人。對於自主重驗經營生意嘅屬羊朋友，下半年客源回升，舊客戶回頭率提高，熟人轉介紹源源不斷，但至多時嘅合作項目重新啟動，市場環境回暖，有機會拓展新渠道、新合作伙伴。但千祈唔好因為短期生意向好，就盲目擴張鋪大胎子。
好多燒羊老闆喺順風順水時自信心急速膨拎，聽唔身邊夥伴嘅風險提醒，輕易答應大型投資開分店擴大團隊，過度透支現金流，丙午年火氣燥烈，切忌急於求成，短期盈利唔等於長遠穩定，擴張之前一定要預留足夠應急資金，唔好將所有資產押入單一項目，同時處理合約，口頭協議務必落實白紙黑字，晦氣聲暗藏，容易出現溝通誤會、合約爭執、心態浮躁時簽低嘅協議，日後極容易衍生麻煩。跟住講大家最關心嘅財運，屬羊下半年正財走勢，最穩財富來源依靠穩定工作、長期經營，屬於厚積薄發之財。之前被拖欠嘅款項有機會收回，固定收入隨住職務提升而上調，勞動回報會越來越理想。至於偏財，有零星驚喜、閒置資產轉讓、穩健理財、收益長輩贈與、項目獎勵都屬於合理偏財，但我必須重點提醒，運勢上行最容易產生賺錢好容易嘅錯覺，呢個就係彭慶引發破財嘅源頭。好多屬羊人上半年節冷謹慎，下半年收入提升之後，消費觀念大變，大肆消費，買奢侈品盲目跟風投資。仲有一類情況，身邊親友見你運氣好，前來借錢，邀請合夥投資。當你自心彭慶，就會過度樂觀，輕易相信高回報項目，覺得自己眼光獨特，可以穩賺不賠。而你之中五味相合，財容易因人情流走，合代表牽連牽扯，同他人金錢往來會明顯增多。如果你因為一時順利放鬆風險防線，輕易借出大筆金錢參與不明投資，最終極有可能財去人安。我建議所有屬羊朋友制定清晰財務分界，正財可以安心累積，偏財收益優先存入儲蓄，唔好隨即投入新風險項目，一切合夥投資。大額借貸，至少冷靜思考30日，唔好一時頭腦發熱作出決定。永遠記住，運氣帶來嘅財富，如果德行同定力唔夠，留唔長久。接下來講感情運，分單身有伴侶、已婚三大類詳細分析。單身屬羊人士，下半年人緣大旺，六合帶動人際氣場，社交把兒容易結識新朋友。但大家要分清，今年旺嘅係廣泛人緣，唔係濃烈桃花。唔好唔將普通好感當成一生正緣。當你事業順利、光芒突顯，身邊會出現主動靠近嘅異性。如果你心態澎湃，容易過度高估自己，對伴侶要求過高，眼高手低，錯過合適之人。亦有部分朋友順境之下抵擋唔到曖昧誘惑，陷入短暫弄水情緣，最後徒添煩惱。想遇到穩定直緣，務必保持平常心，唔好依仗自身優勢挑剔他人。相處貴在互相包容。已經拍拖已婚嘅屬羊朋友，下半年整體感情和睦，大多數矛盾可以平和化解，但最大爭執來源往往來自順境之後嘅心態變化。當你在外得到眾人認可，返屋企之後容易不自覺擺高姿態，覺得屋企人唔理解你嘅辛勞，講話口氣強硬，忽略另一半感受。好多夫妻爭吵唔係因為錢同物質，而係態度順境最考驗人嘅修養。對外人客客氣氣，對至親反而缺乏耐性，係好多人嘅通病。無論在外取得幾多成就，返到屋企都要放下驕傲，多傾聽伴侶嘅想法，唔好將工作壓力同自大心態帶入家庭。至於家宅運同健康運都同心態息息相關。丙午全年火氣旺盛，屬羊未土受火生，容易心火盛。思慮過多，睡眠品質下降，常見頭痛、咽喉不適、腸胃失調、血壓波動。當人過度澎湃，野心過大，凡事追求完美，時刻逼自己向前，精神會長期處於謹慎狀態，透支身體。下半年盡量減少應酬飲酒，唔好熬夜操勞，每隔一段時間放下手頭工作，調醒情緒。家宅方面，下半年適合清理雜物，維修屋內破損設施，保持家居通風整潔。多同屋企長輩溝通，耐心聽取老人家建議。好多屬羊事業起飛之後，忙於賺錢，忽視陪伴家人，覺得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。其實親情從來唔可以用物質替代。六合貴人年，福氣最先惠及家庭，守住家宅和睦，先可以承接源源不斷嘅好運。講完四大維度運勢，我哋深入探討一個核心問題。點解六合貴人年一旦心態澎湃，吉運隨即轉衰？天地之間
講究陰陽平衡，盈虛有定。當一個人運氣向上，福氣加持，相當於上天向你輸送能量。呢份能量需要足夠嘅煙碑去承托。64卦唯獨經卦六爻皆吉，滿招損，經受益。呢句說話千真萬確，運氣扶持你係俾你把握機會，積累福分，改善生活，唔係俾你趾高氣揚，輕視身邊所有人。好多屬羊朋友前幾年歷盡磨難，被人忽視，被搶機會，付出唔被看見。當逆境走過，好運到嚟，潛意識好想證明自己，渴望得到外界認同。一旦身邊讚美聲多，就容易迷失忘記。曾經低谷之中，邊個願意伸手幫你？忘記順境唔會永遠持續命學，從唔會永遠一路向好。10年大運，每年流年都有起伏，趁住運勢上升低調積累，儲備資金，千超故人脈，磨練心性。如果趁住風頭事業無盡，等到流年氣場轉弱，之前埋下嘅隱患就會一齊爆發。我總結幾個屬羊下半年最容易出現膨領嘅信號，大家自我檢視。一旦發現自己有呢啲跡象，及時調醒心態。第一，開始抗拒所有反對意見，覺得質疑你嘅人眼界豪窄，只有自己睇得最遠。第二，同朋友合作伙相處，不自覺誇大自身成就，中意晒進展晒收益。第三，決策越來越急躁，唔願意花時間調研，覺得憑自己直覺就可以穩勝。第四，忘記感恩，對於曾經扶持自己嘅貴人，幫助過自己嘅人，慢慢減少聯繫，覺得成功依靠自己。第五，消費標準大幅提高，熱衷攀比，透過物質證明自己嘅成功。第六，對身邊人要求變得苛刻，一旦他人跟不上自己步伐，就心生嫌棄。如果你中咗其中2項以上，就要及時警醒。運勢上升唔係終點，只係階段，心性唔穩，到手嘅機會亦會白白溜走。跟住同大家分享屬羊朋友下半年如何把握六合貴人運，同時克制憑慶之心，將機會轉化為長久福氣。分為6大可行做法，落實到日常生活。第一，凡事留3分餘地，唔好追求一次性滿載。遇到合作收益項目，唔好氹盡所有好處，適當分享利益俾伙伴。水滿則溢，福分亦是如此，懂得分潤，成人達事，貴人先會持續扶持你。即使能力充足，亦唔好一口氣承接過多工作，量力而為，避免後續難以收尾，徒增是非。第二，定期回顧低谷經歷，時常自省，得閒嘅時候諗下前幾年最難為嘅日子，記住曾經無人援手舉步維艱嘅感受，時常提醒自己今日順境係時運貴人自身努力3者嘅床，唔可以單純歸功於自己，時常自省先唔會迷失於讚美聲之中。第三，重大決策強制延遲決定，面對投資轉工擴張簽大型合約等重要選擇，如果當下情緒亢奮，自信心爆棚，千祈唔好即刻落實，俾自己7日至30日冷靜期，期間多聽取唔同立場人士嘅意見，包括反面意見，避免被憑慶嘅心態蒙蔽判斷。第四，維持低調習慣，減少向外張揚進展。無論自己取得幾大突破，收益幾理想，唔好隨意向外人炫耀。民間常講事以勿成，予以褻敗，過度張揚容易招惹旁人妒忌，無形之中增添是非小人。真正嘅實力唔需要透過言語證明。第五，持續保持學習，唔好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優秀。世界時刻變化，丙午年屬離火運，各行各業迭代速度加快。就算而家順風順水，都要繼續補充知識，提升技能。一旦停止進步，過度滿足現狀，就係走下坡嘅開始。第六，堅守感恩之心，善待身邊所有人，無論貴人、同事、下屬、家人，能夠相遇合作都係緣分。運氣好嘅時候，更加要善待他人，多做助人之事，累積陰德，跟和待人，貴人運先可以延續落去。好多朋友會問唔同出生年份嘅屬羊，下半年運勢有冇細微差別？我簡單梳理重點，方便大家對照。甩九戊戌5年乙未屬羊長輩，下半年家宅運向好，仔女有喜事。重點唔好過度操心晚輩事務，唔好覺得自己經歷多，強行支配年輕人選擇，放寬心態，留意血壓同關節保養，享受安穩生活。1967年丁未屬羊，戰意尚有餘力，有機會完成最後階段佈局。切忌聽信他人鼓吹，
投入高風險投資，守好現有積蓄，唔好因為一時心紅，將畢生積蓄冒險。甩狗赤狗年紀未屬羊，係今年屬羊之中衝刺潛力最大嘅一群，旨意迎來黃金突破期，最需要防範成功之後煎熬，處理合作務，必釐清利益分配，減少親友之間金錢糾紛。甩狗91年辛未屬羊，旨意爬坡階段貴人陸續出現，有機會跳槽，拓展新方向，容易急於求成，想快速做出成績，切忌盲目重驗過度透支身體。感情上避免一時衝動做出重大決定。2003年癸未屬羊年輕人學生，利學業考試求職，會遇到肯指點自己嘅前輩取得成績之後，唔好煎熬，虛心學習，打好基礎，唔好貪圖捷徑。2015年乙未屬羊，小朋友心智成長關鍵期，家長引導小朋友養成謙虛習慣，唔好因為一時成績優秀就過度縱容。同時我亦講清楚大家常見嘅疑惑，六合貴人年需唔需要開運色蜜輔助？民族之中可以選擇屬馬、屬兔、屬豬嘅3合六合貴人飾品，互助人緣氣場。但所有外在擺設飾品都只係互助，真正嘅開運永遠係內心修為。如果心性浮躁，此運佳人，再多風水佈局都難留住福氣。外境可以互助，內心先係根本。好多人誤解命理，以為流年吉運就代表坐享其成，唔使付出就有收局。我多次強調，命理只係講氣場圖勢，六合代表機會更容易遇上，貴人更容易相逢，但唔代表機會自動變成成果。同樣係屬羊，有人把握下半年運勢更上一層樓，有人空有機會最終一場空。差距就在於心態同選擇。逆境之中，人容易保持謹慎，順境之中先真正考驗一個人。低谷時嘅堅持固然難得，順風時嘅克制先係大智慧。下半年屬羊運勢一路上揚，上天打開機會大門。至於能夠接住幾多福氣，守住幾多成果，全看你可否守住本心，拒絕過度憑慶。運氣可以托你一時，德行先可以成就一世。趁住丙午六合貴人流年，把握機會，穩步向前。凡事低調先和，尊重貴人，善待夥伴，體鏈家人。唔好被短暫嘅順境沖昏頭腦，守住一顆平常心，先可以將12年一遇嘅好運轉化為長遠一生嘅福報。無論而家你係處於剛剛見到曙光，定係已經感受到運氣慢慢轉好，都請銘記今日所講嘅提醒。上升之路最忌飄然，六合有福，焉者得之。所有屬羊嘅老友記，如果覺得呢番說話對你有所啟發，記得點讚、熱推、訂閱。打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後續運勢分享。大家可以喺評論區留言穩守本心，福實常臨。時刻提醒自己，順境不掰，逆境不送。如果你身邊有屬羊親友，將呢段影片轉發俾佢，係一份好用心嘅提醒。本文內容傳統民族義理文化範，響只作人生參考，唔構成投資沖用感情重大決策。唯一 A 句命運始終天時為輔。